呢題2017年 Paper 2嘅第3題。嗱，咁呢題咧就係主項變換啦。咁咧佢就首先咧左邊就係 a 加 4b over 2a， 咁右邊咧就係2加 b over a。嗱，咁有個2喺度咧，咁就唔可以直接就咁交叉相乘嘅。好啦，咁其實最方便嘅做法咧就係成條式乘翻個 2a 俾佢。咁右邊咧個2都乘翻個 2a 啦，跟住呢一個都乘翻個 2a 俾佢。好啦，咁呢度約咗，咁左邊就係得翻 a 加 4b， 咁呢個就乘埋啦，就係 4a。跟住呢度約咗，剩翻就係 2b。好啦，咁跟住將 b 減去左邊啦，咁樣，咁右邊就係 4a 減 a， 咁所以 2b 等於 3a， 咁我調翻轉寫啦，即係 3a 等於 2b。好啦，咁所以 a 答案就係2b over 3，咁所以答案就係 A。